融合了防禦的建築傳統，宗祠製造點燈添丁的儀式，而我最愛就係食啦。當中盤菜、茶果都係獨特嘅飲食習俗。哇！你都講得咁多，我都真係想參觀下元朗嘅圍村啊！雖然我唔可以即刻帶你去行圍村，不過我哋可以睇下由香港電台製作嘅圍村深度遊上集，睇下香港嘅圍村有咩特色啦。香港嘅圍村集中喺新界區，多數係單一姓氏聚居嘅村落，有獨特嘅風俗同文化。呢兩集，一班同學仔就嚟到元朗，喺屏山文物徑嚟一場沉浸式深度遊。陪住我哋遊屏山嘅就係喺粉嶺嘅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嘅呢一班中學生啦。遊香港的過程，佢哋都係喺新界讀書，唔知對新界嘅圍村有啲咩印象呢？第一印象都係比較團結啦。對屏山同埋圍村其實冇乜認識啦，但係如果以我感覺嚟講，似係一個大家族咁嘅地方。我覺得圍村係一個財大氣粗、重男輕女同埋好有家族榮譽感嘅地方。呢張係1900年嗰個時候嘅，呢個係屏山嘅鄧氏宗祠啦，呢個御耆漁公祠啦，咁呢邊係近亭同埋青樹圈啦，咁呢幾個地方咧，我哋一定會去嘅。香港歷史掌故導師，人稱蘇 Sir 嘅蘇萬興，繼續帶住我哋遊香港。今次行嘅屏山文物徑係香港第一條文物徑，喺1993年開幕，長大約1.6公里。你講嘅鄧族就係最早嚟香港一個姓族啦，佢哋喺呢個分遷一個歷史啦，呢個祠堂啦、書室啦、古塔啦、民居啦，咁呢度反映咗譬如我哋中國人喺香港居住嗰陣時一啲嘅生活習慣啊，佢哋呢個管理嘅方式啊，留低啲文物啊。第一站佢哋先嚟到聚星樓，根據記載，古塔已經超過600年歷史，據說當年係用嚟擋北煞、鎮水災，亦都保佑鄧族子弟考取功名。塔嘅第一層供奉關帝同文昌，上層供奉灰星。文昌同灰星都係掌握功名嘅神明。嗱，呢度有個習俗就話咧，如果除咗我同阿文昌帝打下招呼之外咧，仲要行3個圈，代表乜嘢啊？代表我哋讀書叻，即係嗌你溫習3次咁解。開始行啦，3個圈啦，冇偷懶啦，行快啲唔緊要，係啦。上張圍至今已經有200幾年歷史，係一條典型嘅本地圍村。部分圍牆仍然屹立，依稀可以見到傳統圍村嘅結構。成排過嚟嘅，一趟出嚟嘅叫趟籠啦。咁你企喺裏邊，人入唔到嚟咯。你想要鋸開佢，你鋸到嘅時候咧，我應該會打到你啦嘛。就要我做保衞呢啲啊趟籠啦。屏山文物徑歷史咁悠久，處處古蹟。鄧氏家族留低嘅一磚一瓦，都寄託鄧氏對子孫嘅希望同祝福。嗱，呢度咧就叫做近亭書室，供奉佢哋嘅祖先啦。咁啊兩邊咧就係做學校，教佢哋呢房人嘅小朋友讀書考功名。呢個兩個鳳就叫做雙鳳朝陽，鳳係雄性嘅，凰係雌性嘅。雙鳳朝陽就代表功名。我哋有荷花啦，荷花嘅讀書人荷花做乜嘢啊？出污泥不染。跟住有蓮蓬啦，做乜嘢啊？連生貴子啦，係咪好靚啊？嗱，咁呢啲叫滿洲窗啦。清末嘅時候咧開始流過嚟嘅，呢啲係燒出嚟嘅，唔係上油嘅。想了解一個地方嘅文化，梗係唔少得揾嘢食啦。咁啊，呢啲又鴨啦，嗰啲雞啦，呢啲啦，你好中意食呢啲嘛？鮑魚啊！究竟盤菜點解要一盤盤咁食嘅咧？相傳南宋末年，宋帝流落新界嘅圍村，村民臨時將村入邊最好嘅食材放喺木盤招待佢。於是佢就揾咗好多好嘢俾佢食啦。咁就係嘢食唔係唔難揾，但係點解冇咁多嘢去裝？於是點解就用盤做咯？就盤俾士兵，就係我哋嘅盤菜個來源啦。
每逢喜慶節日，村民聚埋一齊食盤菜，既係團結嘅象徵，亦都代表家族對後輩嘅一份祝福。認識咗好多，即係包括咗唔單止係歷史啦，同埋當地嘅信仰啊、習俗啊、文化嗰啲，都可以想像到呢段歷史佢係點樣去體驗出嚟，同埋圍村一獨特嘅家庭觀念。書面上面嘅知識對我哋嚟講對我嚟講就係考試咯。其實，如果我係現實真係過嚟呢度睇咗呢啲嘢，我真係會反而即係認識到香港曾經經歷過嘅事啦。之前香港好多時候會俾人稱作係文化沙漠啊嘛，我自己探索落嚟係發現唔係嘅，我哋呢片土地係孕育咗香港嘅非常之獨特而豐富嘅一個文化喺入邊。咁但係因為而家呢個時候已經冇乜人再去特登去探索佢哋啦嘛，咁係俾時代嘅洪流係推住向前走。咁如果我喺呢次活動入邊去將佢哋傳揚開去，俾下一代，咁香港嘅歷史就會俾更加多人知道，就係香港唔係一個文化沙漠，佢係一個好有文化底蘊嘅一個好有魅力嘅地方。食飽啦，下一集就由一班學生負責做導賞，同大家繼續遊香港識國情。多謝你介紹俾我聽啦，等我得閒咧去行下平山文物徑，認識更多香港的歷史先。多謝各位。